千祈唔好忽視身體向你發出嘅警告信號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背、耳病、甩頭髮，好可能唔係年紀問題，而係蛋白質食得唔夠。有研究指出，接近一半人每日蛋白質攝取不足，好多人都唔清楚點樣配搭飲食，長期落去會影響免疫力，甚至加快身體老化。如果你出現以下7個情況，就真係要留意。第一，頭髮乾，容易甩。當身體蛋白質不足，會優先供應重要器官，頭髮自然被排後變得冇光澤同脫髮。第二，成日病易感冒，免疫細胞主要由蛋白質組成，唔夠會令對抗細菌病毒能力下降。第三，肌肉鬆弛冇力，身體會分解肌肉補充需要，關節支撐力亦會跟住變差。第四，特別想食零食同重口味食物，呢個係身體想補償營養不足嘅反應。第五，記性變差，反應慢，大腦有相當比例由蛋白質組成，長期唔夠會影響腦部功能。第六，情緒容易低落同焦慮，因為快樂荷爾蒙需要蛋白質去合成。第七，瞓得唔好，容易醒，長期影響整體健康。根據最新2025美國膳食指南指出，一般成年人每日建議每公斤體重要攝取1.2至1.6克蛋白質，日常可以多透過食肉類、雞蛋、奶類、豆類同果仁補充。但如果你食量細或者消化能力一般，選擇容易吸收、份量穩定嘅蛋白質來源會更加實際，例如滴雞精，以濃縮雞肉精華提供優質蛋白質，唔使煮，方便補充，而且液體蛋白容易吸收，對於需要穩定每日提升蛋白質攝取量嘅人嚟講，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